而家又係年尾啦，12月、1月、2月，哇！又聖誕又元旦又新年，大家好多佳節，好多大食會啊！驚唔驚咧？食肥咗咧？Hello， 歡迎翻嚟我頻道啦，我係 Lily。頭先講過咧話，如果咁多嘅佳節咧，咁多嘅大嘅節日咧，一定好多 party、好多聚會、好多家庭嘅一啲嘅聚餐啊。咁咧又驚住咧會唔會肥咗咧？又怕去應酬咧？咁會唔會少咗啲社交，又少咗啲朋友咧？可能大家都有呢個疑問嘅。咁其實咧，我自己都曾經有呢一個嘅擔心喎。咁同大家分享下少少我自己嘅經歷啊。因為其實咧好多年前咧，我自己都試過啊，原來咧嚟緊有好多 party 啊，一次過你可能2、3個嘅大食會啊聚會咧，咁咧就但係又好怕咧食肥咗自己喎，又驚咧又就住咧，會唔會去參加好咧，定係唔參加好咧？如果唔參加咧，會唔會冇咗啲朋友啊？同啲親戚又會疏離咗咧？咁其實都有呢個擔心嘅。咁最後咧，我就諗咗個方法咧，俾自己喎，就係喺呢個大食會之前咧，自己去減肥先，自己去 keep 翻。可能咧，我要減翻10磅8磅，跟住我就要去迎接一啲咁嘅聚餐啦。咁當時我點做咧？我就自己咧係去諗一啲方法啦。當然咧喺飲食同埋運動方面咧都要係落一啲嘅苦功啦。因為咧唔會話一朝一夕自己咁快叮一聲咁由肥變瘦噶嘛。我自己都需要減，可能減幾磅嘅咁樣樣。咁我俾自己咧就去着手去減重啦。咁當我成為咗健康教練之後咧，咁我更加知道咧就係健康嘅重要性啦，同埋知道點樣去控制自己嘅體重咧，有啲咩嘅方法嘅喎。咁好多朋友咧，因為如果要減肥咧，你叫佢一下子咧 cut 晒佢自己好多中意食嘅嘢咧，都相當困難嘅。咁其實咧，我就好多時都教我嘅朋友啊，我嘅客戶咧，係由一個早餐開始嘅喎。點解咧？因為早餐最容易係去改變，因為佢通常可能好趕時間啦，或者係想咧係快捷啦、簡單嘅食物啦，但係簡單得嚟其實需要營養同埋需要咧就係均衡嘅喎，好多嘅蛋白質啦、纖維都要均衡嘅。所以咧我就好建議咧我啲朋友咧就用一個早餐開始去改變嘅喎，因為咧如果你大家都朋友都知啦，香港人中意食咩早餐咧？如果港式嘅咧，多數可能有啲粥啊、麵啊、油炸鬼，好似呢啲咁啦。大家睇到啦，其實原來咧個卡路里都好犀利㗎。你又粥又麵又炒麵啦，又油炸鬼，分分鐘咧你個卡路里個餐都過超標啊，成1000卡路里啊！你見到好犀利啊嗬。咁如果西式早餐咧，好似呢啲咁西式早餐，哇又有腸仔又蛋又通粉啊，又煙肉啊，又好多麵包啊咁樣樣咧。佢嗰個營養唔係好均衡，同埋咧佢嗰個熱量都好高嘅，你見到佢都好犀利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如果係由早餐着手，最容易去減啦。咁所以咧，如果我都教嗰啲朋友，如果你係嚟緊好多佳節啦，好多嘢食啦，好多大餐啦，避免唔到聚會㗎啦，咁你不如咧就喺早餐嗰度咧係去着手改變一個早餐先。當然而家咧我自己係一個教練，我亦都係用一個營養嘅早餐，飲一個健康營養餐去做一個代餐啦。咁我自己點做咧？我等陣會教大家嘅。我用呢一個營養蛋白素啦、纖維素啦，同埋呢一個嘅佳能蛋白粉。咁咧我個配方就係咁樣㗎。咁呢幾樣嘢咧就有均衡嘅營養，又有蛋白質，又有纖維，亦都個卡路里咧都係得100幾個卡路里，係好低啊。但係個營養價值咧就係好高咯。咁所以咧就係由一個早餐着手去改變咗呢個飲食習慣。咁其餘嘅時間咧，你可以咧食一啲你自己即係中意食嘅食物啦，當然唔好誇張啦。咁同埋咧，同你朋友聚會嘅時間咧，亦都唔會係就住咁去食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呢個方法咧，亦都係我覺得係最容易去開始咯，同埋最容易咧去改變嘅。咁所以其實大家咧，如果你話我減肥唔知點算，咁當然啦，你話唔可以日日都係即係3餐都要食唔食啊？計住卡路里啊，計住啲乜嘢配搭啊，呢個比較複雜，呢個唔係我哋做到，可能有啲營養師會教大家，但我哋未必係真係去識得咁樣計算一啲嘅熱量咯。但係如果由一啲低熱量嘅飲食開始咧，早餐轉為一啲比較簡單啲，同埋咧係一啲營養豐富、熱量低嘅早餐咧，其實你就可以咧係
即係等於我哋一個輸入同埋輸出嘅原理。減肥就其實好簡單嘅，就係你輸入嘅話係低過你嘅輸出，咁你輸出裏邊可能要運動啊，代謝快咗啦，咁你可以輸出嘅多咗咧，你嘅輸入少咗咧，咁呢個就可以減到肥嘅啦。所以咧，大家各位朋友，咁希望喺呢度咧，大家都會係嚟緊嘅一年啦，2026年，大家係留意由呢個健康着手，可能係改變一啲嘅飲食習慣，去令到大家咧係迎接更健康嘅一年，2026年一個新嘅目標。如果大家中意條片嘅話咧，希望大家都點讚啦、分享出去啦，同埋咧係俾個 like 啦，多啲朋友訂閱啦。咁如果中意嘅話咧，可以咧參加我呢個1對1健康教練嘅免費諮詢服務，可以免費俾大家好多嘅諮詢。同埋如果咧大家想度身訂做一啲嘅計劃係啱你可以 keep fit 嘅話咧，都歡迎咧係可以係WhatsApp 我啦，或者係 PM 我嘅。咁希望大家咧就係嚟緊嘅一年咧都更加之健康。咁2026年再見大家啦！好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